醒醒！来，起来！你衣服呢？哼，靠！都要杀了我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那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就好像看电视剧不让我知道大结局，看足球比赛不告诉我几比几一样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你还弄得如此狼狈，你的那些侍卫们看着你就像看天线宝宝一样。若没想到下游水流湍急，又撞上了礁石，胳膊动弹不得，便飘到了这里。知道疼啊？你撞一个试试。该不会是脱臼了吧？我去给你找个树枝捆一捆啊。等着。哎，你站住！碰碰啊！我怕你遇到野兽，就跟过来了。哎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齐胜，他现在就在河边，你赶紧藏起来。这个时候你们俩还是不见面为好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小树林里不会真的有野兽吧？啊？是狗熊还是狮子？如果是狗熊，咱们就在这装死；如果是狮子，你喊1、2、3，咱们就跑。不用跑了。啊！九王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穿上。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要在这里撕逼大战啊！九弟可还好？并无大碍。不知三哥是否受伤了？啊，他胳膊受伤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，好让我帮你固定一下手臂。